继续来看台北市有一个重机车的骑士拄到不良的驾驶甲逼车，这常常车驶真紧驶到伊的后壁，所来甲二喇叭一直甲啵啵叫，而且佫一直甲四大灯。重机车的骑士袂堪要去，就上网去甲检举，但是气死人呢，检举失败。这警察分局交通分队讲，因为民众所提供的影片无法度完整来了解现场，所以无法度甲举发甲开单。车徛好好，想要到后壁一台白色轿车伫共一个车道驶正紧，搁向开大灯，描述是针对这个桥倒摆人来。这个桥倒摆人惊一个，赶紧切去边啊，想要到后壁这个驾驶，那无拍方向灯，搁继续二喇叭。因为那边其实也有限速，所以我没骑很快。那一台车其实从很远的地方就打那个远灯，然后就很快贴到我后面，一直闪灯，一直按喇叭。地点伫台北市大安区桥倒摆，这个人表示讲险啊去弄到，伊感觉讲互人恶意逼车，所以讲呢上网络检举这个车主，结果等一个月是无要举发，一个问者发现讲原来二喇叭毋是民众检举的范围。当场的两车距离、车况、路况、道路设施与交通平整度去做考量，为民众所提供的影片，我无法完整了解现场。警方强调讲，因为喇叭声无确定是倒一台车发出来，嘛唔知讲是不是因为路无平，顶才一直死。在向挖紧冻点，也是一直换车道，这才算是逼车。依照道交法第43条，上悬会使处24000块，可以吊销驾照。因过这个画面一个公开了，真侪网友认为讲，这明明就是逼车，却是无度开单甲检举，后盖看到这款危险的驾驶，就只好闪较远哩。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，想要看到主播最新的动态，赶快订阅华视 YouTube 频道。